好，同學仔，大家好，我係 Chester。咁喺呢一條 video 入邊啦，我哋最主要就係講翻呢一個冷戰嘅史實嘅，咁亦都會分析翻冷戰史實入邊嘅用法啦，同埋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嘅。咁如果你想攞到呢份 notes 嘅話，咁你喺 description box 入邊咧，咁撳翻 WhatsApp 嗰條 link 同我講咧就已經 OK 噶啦。好，咁首先一開始咧，關於冷戰咧，我哋就會講美國同蘇聯嘅。咁我哋最主要記嘅話就係美國總統，咁我哋就係記兩個人就 OK。咁第一個咧就叫 Nixon 尼克遜。咁因為尼克遜咧，其實佢做總統之前咧係做過 Vice President 嘅，做過副總統。咁副總統咧，其實佢係1959年咧同呢個赫魯曉夫互訪嘅時候 Khrushchev 其實就會有搞咗個美國國家戰啊，咁啊叫 National Expeditions。咁就當時咧係請咗赫魯曉夫係飲可樂嘅，咁亦都係會去咗 Camp David 大衛營，咁就所以會有 Camp David Spirit 大衛營嘅一個精神咁樣。咁而去到即係佢做咗總統就係大約1972年、73年左右，咁就去訪問過呢一個嘅即係蘇聯。咁所以其實佢就分別有兩次嘅訪問嘅。咁再加上咧，其實佢係修正咗咧杜魯門主義，因為杜魯門主義咧 Truman Doctrine 當時講一樣嘢咧叫做圍堵政策 （containment policy），但係去到尼克遜嘅時候就發現，哇，圍堵政策係好燒好多國家嘅資源同埋國家嘅成本。咁大家都開始唔明白點解我要去越南作戰，點解要去韓國作戰？但係有啲美國人一世人都冇去過越南，亦都一世人都冇去過韓國。咁所以就佢唔玩咧，即係圍堵政策 （containment policy），反而改行嘅話咧就叫 non-commitment policy， 不承擔義務政策啦。美國會唔會幫呢啲受到共產威脅嘅國家？會，但係咧前提係呢啲國家要自救先，去到必要嘅時候佢先會提供援助嘅。咁另外就我哋會記埋另外一個嘅總統就叫Reagan 列根。列根咧佢係1981年嘅時候上任，一上台嘅時候就已經叫蘇聯做邪惡帝國 （Evil Empire） 嘅。咁而中間佢延任過一次，咁亦都係導致冷戰結束嘅一個好重要嘅美國總統啦。所以 The End of Cold War。咁美國總統如果我哋要記嘅話，就淨係記呢兩個嘅啫。咁特別係咧，其實喺2019年嘅第三題咧就問過 DBQ 嘅。咁當時就會問點解會有 détente， 即係 reasons of détente。咁我哋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會話 new leader，即係新嘅領導人出現。咁其中我哋就會講尼克遜呢一個 point 啦。好，去到 Soviet Union 咧，我哋都係記兩個嘅啫。咁即係USSR 嘅領導人。咁我哋第一個就叫 Khrushchev 赫魯曉夫，因為赫魯曉夫咧其實係好多條嘅 past paper 都會用到呢個人嘅。我就咁喺個腦入邊咧諗咧，都會有成3條4條咧係有出現過呢個人物。咁點解佢咁重要咧？因為咧其實係 DSE 入邊咧好興咧問一啲題目咧叫 double side 正反討論。咁如果我哋擺翻喺 Theme B 即係歐洲史入邊咧，所謂正嘅話就可能叫和平 peace 啦，反嘅話就叫 war 啦戰爭。咁而喺赫魯曉夫上台嗰大約10年左右啦，50年代去到60年代早期，冷戰咧就經歷咗一個叫即係 up and down tensions， 就叫做表面上友好，但實際上交惡。赫魯曉夫咧其實係願意同西方去進行談判嘅。例如開個日內瓦會議啦 （Geneva Conference） 啦，有啱啱所講嘅 exchange 啦，領導人之間互訪，但係亦都同時間喺佢任內咧係有 Cuban Missile Crisis 古巴導彈危機，同埋呢一個嘅華沙公約嘅成立 Warsaw Pact。咁所以其實我哋就會問赫魯曉夫呢個人，我哋要去記啦，同埋佢代表緊嗰個時期啊，50、60年代其實係 DSE 咧 DBQ 成日地去問，甚至乎上年又問，前年或者大前年咧其實都有問過下嘅。咁另外我哋一定要去記嘅就叫 Gorbachev 啦，戈巴卓夫，因為佢嘅 Perestroika 同埋 Glasnost 即係團結政策、開放政策、重建同埋開放，咁其實咧係導致咧呢個嘅即係 The End of Cold War 冷戰嘅結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講 USSR 嘅領導人，即係蘇聯嘅領導人，我哋就係記呢兩個啦。好，咁然後我哋就會去到下邊啦，就會有啲 speech 演說嘅。咁中間會有好多啦 Iron Speech 啦 Truman Doctrine 啦，咁仲有艾森豪威爾主義同埋布里茲尼夫主義。我哋可以記一記咧 Iron Speech 嘅鐵幕演說。鐵幕演說咧係英國嘅首相所發表嘅，係丘吉爾 Churchill。咁喺邊度發表咧？要留意嘅喺美國嘅國會入邊發表。咁所以當時咧其實除咗抨擊蘇聯赤化咗東歐國家之外，其實仲有另外一個好明顯嘅意圖。佢揀咗喺美國國會嗰度去發表，其實係要求美國保留勢力喺歐洲上面，咁希望美國咧去兼任呢一個嘅叫世界警察 World Police 嘅。特別係上年2025年 DSE 第4題咧，會有討論過係美蘇關係
導致冷戰嘅發展啦，定係其他因素重要啲？咁我哋可以講英國責任嘅。而講英國責任，我哋除咗講佢試爆核彈，即係 atomic bombs 之外，亦都會講咧政治方面就有 Iron Curtain Speech， 為冷戰咧去定調啊，定義咗冷戰嘅格調同埋定義咗冷戰嘅格局嘅。而更加重要嘅係啲咩咧？我哋會講駁論啦，咁即係英國重要啲定美國蘇聯重要啲？我會話美國蘇聯重要啲嘅，因為其實佢個 purpose in terms of 個 purpose， 我哋個比較嘅標準個準則，其實佢發表呢個演說係希望保留美國嘅勢力喺歐洲，美國先係佢個驅動力同埋佢個核心力量。咁所以其實我哋就會講話呢一度 Iron Curtain Speech， 我哋都會明白原來係美國擔任世界警察。咁當然 Truman Doctrine 杜魯門主義就係當時美國嘅總統叫杜魯門啦，就回應翻 Iron Curtain Speech 啦。咁就正式話係啦，咁英國邀請我，咁我就做啦世界警察 World Police。同時間其實佢係有貸款嘅，佢係有支援兩個國家，分別係希臘同埋土耳其對抗當地嘅共產派別嘅，貸款咗咧4億嘅美元400 millions， 同埋確立咗嗰陣時嘅圍堵政策啦 Containment Policy。圍堵政策就係美國唔係自己一個人抗共嘅，美國係聯合資本主義陣營嘅盟友，喺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去對抗共產主義。咁呢個就係杜魯門主義係有政治方面嘅意義，同埋會有經濟方面嘅意義嘅。好，咁另外我哋就會去到咧 crisis 危機啦。咁首先就會有 Berlin Crisis 柏林危機。柏林危機咧其實都值得去記嘅，因為咧柏林危機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同蘇聯喺第一次嘅正面交鋒、正面嘅衝突。咁所以 Berlin Crisis 我哋可以話係第一場冷戰嘅衝突同埋危機嚟嘅。因為就算你可能話咩 Chinese Civil War、Greek Civil War、希臘內戰、中國內戰都係間接啫，但係柏林危機係直接嘅。咁當時發生咩事咧？咁你會見到我寫咗係有條約叫波茨坦條約，其實就即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咧，有 Treaty of Versailles 凡爾賽條約。喺 CE 嘅時候，2006年嘅題目咧係曾經比較過波茨坦協定同埋凡爾賽條約，邊一個對德國咧更加 lenient、更加寬鬆、更加 preventive war 嘅。咁就住啲 terms 其實可以比較一下。anyways， 咁波茨坦協定咧其實有好多內容嘅，我唔知今年會唔會問啦，但係可以留意一下。經濟方面先，凡爾賽條約要賠嘅就係66億英鎊 6.6 billion pound， 但係波茨坦協定需唔需要賠錢咧？係唔需要嘅。賠咩？賠物資。賠物資有個好處，日本都係賠物資，賠俾東南亞就係賠10億，即係呢個1個 billion， 因為係可以打開咗佢嘅對外市場啊。因為你賠開物資，咁就建立咗一個商貿嘅關係，同埋德國咧整咗嗰啲嘅產品係可以出口。第二啦，有冇軍事責任？冇啦。一戰要德國承擔 solo responsibility， 承擔所有戰爭罪責 war guilt costs。但係二戰咧係冇要求德國去承擔嘅。但係相對之下更加 harsh 咧、更加嚴苛嘅地方係咩咧？係 sovereignty 主權上面，美國都佔領咗日本。而德國咧係俾人分開咗4個部分嘅，咁你當 A、B、C、D zone 啦，分別係由英、美、法、蘇4個國家咧所共同管治。呢個係第一個嘅劃分層次。第二個嘅劃分層次咧就係喺柏林 Berlin。柏林係一個城市嚟嘅，柏林嗰度再分咗4個佔領區，又係由英、美、法、蘇所佔據。但係柏林呢個城市係隸屬於邊一個國家嘅佔領區入邊咧？係蘇聯。咁所以喺蘇聯佔領區入邊咧，有英國嘅、美國嘅、法國嘅駐柏林嘅一啲部長啊、將軍啊喺入邊嘅。咁當時柏林危機 Berlin Crisis 咧，就係因為英美法將佢哋個佔領區合併，再進行政治改革同埋經濟改革 （political reform 同埋 economic reform）， 頒布咗新嘅憲法出嚟 （new constitutions）。同埋頒布咗新嘅貨幣 new currency， 咁蘇聯就覺得哇，英美法合力對抗我，所以佢就封鎖咗柏林入邊嘅英美法佔領區來往成個德國嘅英美法佔領區。咁呢個就叫 Berlin Blockade， 咁個封鎖就係封鎖咗喺呢一度。咁美國點樣去瓦解咧？咁你而家話我哋3個去蝦你啊嘛，我就真係3個人去蝦你，唔單止3個人添，我揾成個北美同埋歐洲去蝦你。所以喺1949年嘅就成立咗北約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或者叫 NATO， 係一個集體安全體系嚟嘅。咁蘇聯咧其實選擇咗屈服嘅，
點解咧？因為當時仲有一個嘅 nuclear monopoly 核壟斷啊。美國係1945年試爆咗原子彈之後，係成個世界唯一一個擁有核武嘅國家。蘇聯係唔夠膽挑戰美國嘅，因為你見證咗原子彈嘅威力嘅時候，你就知道冇得打。咁所以咧，蘇聯係選擇咗 step down 嘅退讓，同時間加速咗研發核武。咁喺1949年嘅時候成功試爆核彈啦。咁嗰個核彈就叫南瓜噴橋。咁而從此咧，德國咧就分咗兩片土地，西德同埋東德 （West Germany 同埋 East Germany）。咁所以我哋話冷戰咧係兩大陣營嘅對抗，有西歐同埋有東歐。呢個係州份嘅層面。如果係國家嘅層面咧，就會分咗東德同埋西德 （East Germany 同埋 West Germany） 啦。咁去到之後更加會有 Berlin Wall 啦、柏林圍牆啦。喺城市層面 （cities） 都會有東柏林同埋西柏林嘅。好，咁另外更加會有即係 U2 擊墜事件啦 （U2 Incident）。U2 係咩嚟咧？係一個偵察機嘅型號 （Spy Airplane）。當時偵察機咁自然去到世界各地收集情報啦。其中咧，佢喺蘇聯嘅上空嗰度盤旋，諗住去拍攝一啲咧軍事基地嗰個建築嘅情況、位置等等，俾蘇聯擊墜咗。咁啊好大單啦，係咪？俾人發現咗斷正咗。嗰度咧就係如果你有睇新聞，而家香港新聞唔會報，但係你有睇 YouTube 嗰啲新聞，即係追光者啊、綠豆咁樣。英國係有倫敦間諜案噶嘛，袁松標、位置論。我哋香港警察警啊，去到英國嗰度秘密監察一啲流亡人士或者移英嘅香港人，咁但係就觸犯咗英國嘅國安法。咁而家就開始進入咗審訊嘅最後階段，陪審團咧喺度商議㗎。咁你而家侵犯人哋國家主權啊嘛，自然好大件事、好大單嘢啦，升級到去兩大陣營領袖嘅層面。咁要求咧美國道歉嘅蘇聯，咁美國點會道歉咧？係咪？你堂堂一個國家，或者你做 artist、你做藝人都唔會輕易就道歉啦。冷處理就係最好嘅處理方法。所以當時係冇咧回應嘅美國。結果原定係1960年咧係召開一個叫巴黎高峰會 （Paris Summit），係承繼翻1955年嘅日內瓦會議 （Geneva Summit），但係冇召開到，胎死腹中。咁而 Cuban Missile Crisis 喺古巴導彈危機咧亦如是嘅。咁就蘇聯被揭發喺古巴嗰度整咗個導彈基地。咁而美國咧就進行海上封鎖。咁但係呢一個我哋會喺即係軍備 armament 嗰個部分咧講多少少嘅，即係危機嘅話就冇乜關係。去到 Orskay Script 咧，即係819事變咧，就更加不用討論啦。蘇聯嘅國內事件嚟啫。當時嘅傳統派 traditional 係幽禁咗戈巴卓夫喺克里米亞。戈巴卓夫咁戈巴卓夫之後放翻出嚟，但係大勢已去，亦都係1991年12月正式宣布唔係中局，你都想係蘇局瓦解倒台嘅。好，咁啊就會有 regional wars 一啲咧地區性嘅衝突啦。地區性衝突咧，你見到我寫咗資本主義同共產主義啊，最主要就係講翻邊一個陣營勝出。咁 Greek Civil War 就希臘內戰啦，咁就係資本主義贏咗，所以希臘咧而家係資本主義國家嚟嘅。Chinese Civil War 共產主義贏咗啦，我哋偉大祖國就係中共所統治緊噶嘛。咁 Korean War 咧，韓戰咧就分咗南北兩韓，咁所以就打和啦，我哋叫掌門人咁樣 super。蘇伊士運河戰爭我哋就唔需要理會啦，除非你而家想學以亞衝突，即係贖罪日戰爭啊、六日戰爭，如此類推嘅。如果唔係嘅話，我哋不用理會嘅。至於 Vietnam War 越南戰爭，咁其實係共產贏，北越贏咗嘅，胡志明贏咗，所以而家越南迎來咗呢一個叫做改革開放啊嘛。你哋好興話去旅行，會去富國島噶嘛？咁其實越南而家改革開放緊，亦都成立緊好多唔同嘅工廠咁樣嘅。咁所以咧，其實喺呢一個位，我哋縱觀呢一個 table 咧，有啲 essay 會問嘅抗共嘅方法，對抗共產主義 anti-communism。其中一個係叫 regional war， 用地區性衝突嘅方式介入，然之後對抗共產主義，成功定失敗咧？我哋就個結果嚟講係失敗，因為係1.5比2.5，即係大多數介入地區性衝突嘅時候係共產贏多過資本嘅。咁呢一個係問 essay 嘅時候你要留意翻。Meanwhile 咧，其實咧亦都有另外一個問法嘅，就係問當時嚟講啦，就係咧到底係資本主義挑戰共產主義 USSR challenge 呢一個嘅 US
定係共產主義挑戰資本主義 US Challenge 呢個 USSR 咧咁樣？咁呢條係2014年嘅 DSE 嚟。通常呢個世界係有共產主義先定資本主義先咧？係資本主義先嘅，因為馬克思就係覺得資本主義嗰啲工廠資本家係剝削緊啲勞工、工人同埋農民，咁就明明係 division of labour 勞即係國際分工啦，勞工分工啦，就變成勞動異化，所以先話最終咧工人同埋農民咧係要奪取政權，成為政權，咁就會有共產主義。所以其實好多嘅地區性衝突咧係共產主義挑起戰爭先嘅。咁挑戰原有既定嘅資本主義陣營，咁所以我哋要了解邊一個係 challenge， 邊一個係 response， 誰是挑戰，誰是回應。好啦，咁然後我哋再嚟就去到 economic confrontations 啦，經濟上面嘅對抗。咁首先會有 Truman Doctrine 啦，我哋頭先有提及過下啦，就係400個 millions 嘅 USD，咁就係俾咗土耳其同埋希臘 Turkey 同埋 Greece， 希臘及土耳其4億美元。另外咧就有2個計劃同埋2個組織。咁但係我哋喺economic integrations 嗰條片咧，即係歐洲經濟統合入邊都有提及過下嘅。馬歇計劃、莫洛托夫計劃 Marshall Plan、Marshall Plan， 咁就係提供咗馬歇計劃就係130億嘅美元係俾歐洲各國。當時有包埋東歐國家，東歐想唔想參加？想，但係蘇聯咧下令禁止咗嘅，因為擔心會有離心力嘅出現。所以咧取其道而行咧，就係會有 Marshall Plan、莫洛托夫計劃。就貸款咗5至600萬俾阿爾巴尼亞或者叫保加利亞，即係 Albania 或者叫 Bulgaria。咁而因應呢2個計劃，成立咗2個唔同嘅組織 ，OEEC 就叫做歐洲經濟合作組織 ，The 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同埋 COMECON 經濟互助委員會啦。要留意嘅話咧係有一點嘅 ，Marshall Plan 馬歇計劃有陣時係寫47年嘅，係都可以。個字眼上面嘅問題，47年係 propose。提出 implement 執行推行係400年，咁因為當陣時已經有 spy activities 㗎嘛，係咪有間諜活動？又話咩羅森堡夫婦係出賣美國核彈技術俾呢個嘅蘇聯，蘇聯總統而家普京 Putin 咁亦都係有做過東德間諜咁樣嘅，咁所以咧當時已經接報咗美國諗住推行馬歇爾計劃㗎啦，咁而蘇聯就要搶閘。嗰陣時有個 Foreign Minister 外相叫莫洛托夫，先遊訪一系列嘅東歐國家，咁就推行莫洛托夫計劃。咁所以其實到底誰先誰後咧，係任得你去寫嘅，睇下你想點樣去寫嘅啫。注意用字 ，history 有陣時咧睇下你用啲咩 wordings，個 verb 咧唔同咗嘅話，個時間都可以推後嘅。提出成立同國際聯盟一樣 ，League of Nations 國際聯盟係1919年提出。propose 係14 points 和平14點，但係 establishment 成立係1920，咁要小心啲，特別係答 DBQ 嘅時候啦。好，咁我哋會話有軍事盟約啦，同埋組織，咁我哋最主要記2個。第一個係北約，1949年成立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即係 NATO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西方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為主嘅 capitalism。另一個咧就叫 Warsaw Pact 華沙公約，係以呢個嘅東歐共產主義為主嘅。咁點解係195年嘅時候成立咧？因為195年咧，西德 West Germany 加入咗呢個北約，咁令到成個東歐咧就大為震驚啦。因為德國係共產主義喺歐洲對抗嘅最前線嚟嘅，咁就擔心北約東擴，咁所以就當時成立翻華沙公約 Warsaw Pact。咁華沙咧 Warsaw 即係唔係 K-pop 媽媽木個華沙 Warsaw 啦，而係講緊咧波蘭嘅首都。即係個 capitals of Poland， 咁所以波蘭咧係由一戰帶到去二戰，二戰帶到去冷戰嘅。Solidarities 團結工會都係講緊波蘭啫，你可以咁樣去記嘅。咁而呢2個嘅 military organisation 軍事組織咧，其實係會有 military responsibility 軍事責任。其實係同一戰嗰個嘅 Triple Alliance 同埋 Triple Entente 係一樣，三國同盟三個協約。當時話三國同盟點解要叫同盟？同盟之所以同盟係因為 military in nature 軍事性質。你個盟友 under attack 俾人打嘅時候，你一係保持中立，一係俾武器，一係俾錢，一係同佢一齊去作戰。呢個就叫 military responsibilities。咁所以北約成員俾人打咧，北約嘅其他成員係要提供援助嘅。咁呢個就叫 military responsibilities。好，arms race
啱 Race 你見到我分咗綠色嘅 highlighter、藍色嘅 highlighter 同埋橙色嘅 highlighters，就係幫你分咗唔同嘅類型。其實幾好記啊！學到去冷戰嘅時候係對立咁學嘅 ，A、B、A、B、A、B 咁樣去學。首先，美國喺廣島同長崎投下咗原子彈，就Nagasaki同埋 Hiroshima 啦，就有 atomic bombs。蘇聯亦都試爆原子彈啦，就 Pumpkin， 咁叫原子彈。咁而原子彈之後再發展落去啦，就有氫彈、氫氣彈。咁啊，美國咧就試爆 hydrogen bomb 氫氣彈，叫阿麥克啊。咁而53年咧，蘇聯都試爆氫彈嘅，所以就 A、B 咁去。咁成個 nuclear weapons 即係核子武器咧，係美國領先先。但係反其道而行啦，去到咧我哋話 artificial 呢個 satellite 即係人造衛星，其實係蘇聯發展先嘅，發展先嘅。因為蘇聯獲得咗東德嘅火箭技術，東德其實即係唔好聽講句咧，打緊二戰咧，有啲人講啦，就話其實美國係立咗德國嗰啲研究技術嘅，核彈原本係德國整出嚟，定唔知火箭係德國整出嚟？咁呢啲信不信由你啦，即係啲陰謀論。如果你平時睇下啲 YouTube 咁樣，即係嗰啲 YouTube 歷史嘅 channels，咁所以蘇聯攞到德國嘅一啲科學家 lab 嗰啲研究嘅成果，就成功發射咗第一個人造衛星上太空。1957年，嗰個就叫史普特里克號。咁成個共產主義陣營好自豪啦，覺得哇，共產主義最都有樣嘢領先資本主義，所以影響到中國嘅。中國57年、58年咧係搞 Great Lakes Forest 大進，咁所以嗰啲田咧唔係叫豐盛的農田，係叫衛星田。唔通嗰啲農田生到好似衛星咁咧？你連衛星係點嘅樣你都唔知。所以咧，其實係衛星嗰陣時係代表緊好把炮、好勁、好叻、好前衛嘅一個講法，即係而家嘅世一啊個概念咁樣。咁而美國亦都發射人造衛星啦，緊接其後啦，1958年。咁就叫做探索者1號嘅。去到後期咧，更加有嗰啲咩水星計劃啊、Armstrong 岩姆士堂登陸月球。如果你留意上個月嘅新聞咧，美國係繼50年之後咧，再次登陸月球嘅。上個月嘅10幾號發射咗一啲即係 NASA 美國太空站咧，係發射咗個太空船咧去月球表面嘅。咁但係嗰啲就睇下你記唔記得，但係起碼你要知道有人造衛星 satellite 先。咁另外咧就去到咧 missile bases 就係導彈基地。導彈基地咧係美國先嘅，當時喺意大利同土耳其咧部署咗一啲嘅 missile 導彈基地，咁就叫做雷神啦、Foy 啦，同埋朱比特，即係丘比特愛神。咁而蘇聯咧就反制，咁就喺古巴嗰度部署咗導彈基地嘅。咁由於咧古巴係南美洲嘅一個國家嚟，即係如果有睇最近Donald Trump 除咗打 Iran 即係伊朗咧，之前咧其實係打委內瑞拉。咁委內瑞拉下一個就係古巴 Cuba， 咁所以你喺古巴咧部署導彈基地咧就問題大啦。好多美國嘅主要城市都係喺射程範圍之內，同埋好短時間就可以發射，基本上反擊咧或者攔截咧都係做唔到。咁咩芝加哥 Chicago 啊、Los Angeles 啊、洛杉磯啊、New York 啊、紐約啊、Washington 華盛頓，全部都係射程範圍。所以當時如果我哋話美國同蘇聯最接近開戰嘅話，就係講1962年嘅 Cuban Missile Crisis， 古巴導彈危機啦。咁當然最後冇啦，因為係有秘密嘅談判，即係咩 secret negotiation 係成功噶嘛。克魯曉夫同埋 Kennedy 甘迺迪，亦都有話嗰陣時蘇聯嘅核潛艇唔知點解嗰個將軍係冇發射到核彈啊嘛。咁啊，你睇下啲 history， 咁你又可能知道一下。咁去到80年代咧，都係有 arm race 嘅。特別係我哋對咗2025年嗰條嘅 essay 啦，補充咗好多事實俾你。極地號、白楊導彈。但係你起碼最記得嘅話就係西方8·1政策 Exercise Leopard， 咁啊或者係 SDI Star War 星戰計劃，仲有咩神射手103啦，如此類推。咁起碼你要知道 arm race 軍備競賽去到80年代仍然係存在，仍然係有嘅。唔係話去到60幾年 detente 咁之後就冇咗，仍然存在 still exist。好啦，咁另外我哋就去到 disarmament 策，即係裁減核武嘅一啲條約。咁第一個咧就係63年，通常喺60、70年代嘅，同埋80年代嘅，因為其實當時係detente低檔嘅時候，你先會講裁減核武，你唔會打下仗同你講裁軍噶嘛。咁所以當時就會有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禁止核試條約，禁止邊一度核試咧？海、陸、空，嗰個空就叫臭氧層。咁所以基本上成個世界冇地方係可以進行核爆噶啦。
除非你喺臭氧層以外嘅地方核爆。咁但係個技術應該未必做到住。咁68年咧就叫做不擴散核武器國家，簽咗呢條條約嘅話，就承諾呢個世界唔會研發同埋擁有核武。換言之咧，擁有核武嘅國家就係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同埋中國啦。咁隔離咧，括弧咧就寫埋佢哋嘅年份嘅。咁記一記就係1964年就係中國，因為嗰陣時正正 readjustment policy 調整政策。調整政策咧好疏隔離，但係你起碼要記得3字一包 ，three freedom one fixed policy， 同埋會有兩彈一星。咁其中兩彈就係氫彈同原彈，咁我哋嘅原彈優小姐就係講呢個名啦。咁就有 SALT1 啦 ，Strategic Arm Reduction Treaty 1、Strategic Arm Reduction Treaty 2，咁就係第一回合同第二回合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分別係1972同埋1979年。咁1972年咧限制嘅係導彈發射器，1979年咧係重型轟炸機 Heavy Bombers。咁你睇下記唔記埋嗰個嘅戰略武器嗰個武器嘅種類係啲乜？咁寫出嚟型啲咯。但係如果唔係大家都係寫 SOT 1、SOT 2咧，咁就算㗎啦。好，之後就去到1988年就係中程導彈裁撤條約啦 ，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 Treaty。嗱，好多人以為咧中程導彈淨係限制咗中程導彈，係嘅，但係你要了解清楚中程導彈入邊裝嘅彈藥係啲乜，原來係核武嚟嘅。所以呢一條條約點解會話咁具意義咧？就係佢係喺冷戰咁耐以嚟第一條真正有意義係限制核武嘅條約嚟。咁所以我哋話別具價值嗰個位就係喺呢一度啦。咁仲有就係 Treaties of Conventional Armed Force in Europe 歐洲常規裁軍條約，因為啱啱咧中程導彈咧係有核武嘅國家先可以裁到嘅，因為冇核武嘅國家裁條鐵咩？所以淨係得美國同蘇聯簽嘅。但係1990年嗰條咧就叫歐洲常規裁軍條約，係成個歐洲都有簽，甚至乎係成個北約同埋華約 Warsaw Pact 同 NATO 都有簽。因為有啲題目咧佢就話冷戰係美蘇之爭定係共產同資本之爭。咁你可以講翻，哇，係共產同資本之爭，咁你就可以用呢個 Treaty of Conventional Armed Force in Europe 咁樣去寫翻出嚟嘅。好，咁另外亦都會有一啲嘅 Peace Conference 和平會議同埋和平條約啦。咁啊，第一個係 Geneva Summit 日內瓦會議。你嘅 syllabus 入邊咧，其實會學過3次日內瓦會議嘅。第一個日內瓦嘅裁軍會議 ，Two World Wars 2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嘅，1932至34。第二個係1955年。就係克魯曉夫上咗台 ，Chrushchev 佢同英美法3個國家召開，所以有另外一個名叫4強會議，因為4個首屈一指嘅強國喺度召開。咁當時有3和政策嘅，分別係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同埋和平共存。咁我哋最主要記嘅話就係和平共存 （peaceful coexistence）。咁喺 Geneva Summit 入邊去講嘅。咁仲有75年嘅時候，即係喺跌湯期間啦，低檔時期。就有 Helsinki Treaties 赫爾辛基協定，咁啊北歐入邊簽㗎啦，係咪？咁當時就係最主要講尊重主權、尊重邊界、譴責戰爭、宣揚和平。其實同二戰嗰啲 Lockout Pact 啦、俄加公約咧係冇咩分別嘅。咁仲有一個咧就係1985年嘅叫做 Geneva Conference 日內瓦會議，因為戈巴卓夫上台 Rise of Gorbachev， 咁就選擇咧去同美國重修舊好。因為79年入侵咗阿富汗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之後咧，美蘇關係斷交咗，事隔6年，一個新高中讀嘅6年，咁啊蘇聯同美國重新和好啊和談，開咗個叫 Geneva Summit 日內瓦會議。咁所以你話你成個 syllabus 入邊會學3個日內瓦會議咧，就係講緊呢3個。最後1989年咧係標誌住冷戰嘅結束。幾時係 the end of Cold War 冷戰結束？根據2013年 DSE Q4 入邊所講咧。冷戰結束冇話特定一個年份，係一個 period 嚟嘅。89年、90年、91年，你都可以代表係冷戰結束。所以你扣冷戰結束有好多例子去講嘅。咁其中我哋話 Malta Summit 馬爾他所有會議都係，就係當時嘅布殊已經唔係 Reagan 啦，因為 Reagan 已經 step down 咗啦，即係列根已經下咗台，繼位嘅係老布殊同埋戈巴卓夫 Gorbachev， 咁就喺馬爾他即係地中海嘅一個沿海國家。就召開咗個會，當時喺個會上面就會話將冷戰掉去地中海，意味住冷戰嘅結束。咁我哋通常扣題咧，呢一個例子咧會擺喺外交方面嘅，經濟方面我哋會話 collapse of Comecon 或者 dissolve 啦，即係經濟互助委員會嘅解散。
軍事方面 military， 所以我哋就會講 Warsaw Pact 華沙公約嘅解散。好啦，咁另外我哋就會去到leadership 嘅一個 visit 領導層嘅訪問。咁我哋會記59年先，59年嗰個係非官式訪問 unofficial visit。其實咩意思？咩叫官式同非官式咧？你當 business trip 同埋自己嘅 personal trip 一樣。咁 unofficial visit 啫，其實某程度上嚟講係 personal trip 個人旅遊嚟嘅，冇帶特別嘅意圖 agenda meeting 召開。咁所以當時嘅訪問咧，我啱啱有講過啦，可能係參觀下呢一個嘅美國國家展覽 American National Exhibition， 飲下可口可樂 Coca-Cola， 或者咧係去下 Camp David 大衛營嗰度去度假。咁所以有 Camp David Spirit 啦，大衛營精神咁樣嘅。咁而當時咧最主要你要記得嘅話就係呢一度寫錯咗嘅，唔係美國嘅總統，打錯字唔係列總統係副總統 ，OK 係 vice presidents 唔係 presidents。咁而咧去到72至到73年咧就 official 嘅一個 visit， 一個官式嘅訪問嚟。更加大嘅意義係啲咩咧？當時尼克遜訪問蘇聯 Nixon 啦，而布里茲尼夫咧 Bush 啦咁啊 visit 翻呢個 US officially 係講到明一定要75年咧結束冷戰嘅，係蘇聯有向北越施壓，咁美國亦都撤軍。咁所以其實當時係會有啲即係 negotiation 有啲議題啊要去探討。咁呢個就係 official visit 同埋 unofficial visit 嗰個分別。咁 official 梗係個意義大好多啦。unofficial 其實你冇乜嘢係冇乜 outcome 可以傾到出嚟，冇乜 result 咁樣嘅。好，咁啊就大致上咧就講完冷戰嘅史實㗎啦。咁而喺呢一個位咧，就希望即係可以 through 成個咁樣嘅講解之後，你對冷戰嘅史實有一個熟悉嘅程度啦。咁你背晒嘅話，未必可能答得晒所有冷戰嘅題目嘅，但係7-8成題目咧都應該冇乜大嘅問題。個 tips 係啲咩咧？冷戰咧，因為好明顯淨係得兩大陣營對抗，咁就好似喺現實生活上面嚟講咧，有百佳就有惠康，有屈臣氏就會有萬寧，有 Tesla 就會有 BYD， 有 Amazon 就會有即係兔仔，即係淘寶。咁你咁樣去諗嘅時候，就可以好容易咁樣去背咗個事實。Meanwhile 咧，其實咧你都可以推敲到咧，冷戰題目好多時候係問緊比較 compare， 好多時候冇話一定，但好多時候係啦。咁啊，希望你可能 prep test 又好啊，final exam 又好啊 ，DSE 都好啊，呢條片咧係可以幫得到手啦。咁同樣啦，如果你想攞呢份 notes 嘅話，就可以喺 description box 入邊咧，咁就 click 翻個 WhatsApp link 咧問我攞嘅。我係 Chester 啦，咁啊下條片再見啦，拜拜。